近期咧識咗個朋友咧，就叫做花姐。花姐咧就話俾我聽咧，彩虹有一間好出名嘅餐廳咧，叫做富源潮州打冷。我就梗係即刻嚟食啦！呢個大排檔嘅環境超掂啊，而且咧仲好多街坊啦同遠道而嚟嘅食客添啊！喂，靜雞雞話你知啊，收緊錢呢一個咧就係花姐。想食好嘢要揾花姐啊！你好啊，靚女，好耐唔見喎。係啊，花姐，我今晚食咩先？你想食咩啊？今晚包喺我身上，包你食得滿意。哇，正啊！ Very good 今日嘅花姐推介係乜嘢？而家話你知。哇！呢一個招牌古法雙冬羊腩煲咧抵啊，298蚊咧就咁大煲啦，簡直咧就係奢華嘅享受啊！啲羊肉咧又腍啦，而且咧仲炆得咧好好添啊，入晒味啊，簡直咧就係秋冬之選啊！哇！睇到咧係咪都好吸引咧？呢一個咧就係即開即燒嘅烤生蠔巨無霸，100蚊咧就有4隻㗎啦，超新鮮啊！果然真係巨無霸，睇下成塊面咁大啊！又鮮又肥美啊！仲有啲蒜蓉啦，同埋咧少少辣辣地啦。哇！呢一個味道咧，我最中意。招牌潮式欖菜蝦，我咧都係第一次食嘅啫。個蝦咧炒到好乾身啊，而且咧仲好惹味添。有一啲咧辣椒啦同埋蒜蓉咧炒到咧係好香口啊！呢一個咧送酒咧一流。風沙脆皮雞咧果然係招牌啊，而且咧仲好抵食添啊！呢一個脆皮雞咧佢外脆啦內軟啦，而且咧個肉質咧仲好鮮嫩多汁，哇！真係滑到不得了啊！椰香油鴨髀煲咧，哇，用料十足啊！裏邊有臘肉啦、臘腸啦，仲有咧好香濃嗰個咧油鴨髀啊，我啊好中意食，仲有啲芋頭喺度添，簡直咧就係香氣四溢啊，令人哋咧真係食指大動啊！順德秘製炆大鵝，犀利啦，半隻都係268，而且咧個肉質咧順口啦，仲配上去嗰個特製嘅醬汁啊，佢炆到咧超腍啊，哇，簡直咧就係味覺嘅享受啊！回鍋肉咧都非常之出色嘅，而且咧仲好惹味添啊！嗰個回鍋肉咧仲大大塊啊，仲有好多咧青菜俾我啊，簡直咧就係大滿足啊！呢度食嘢簡直就係性價比高啊，而且咧最緊要係咩啊？鑊氣夠啊！香港咧地道風味嘅特色啊！如果你都想嚟品嚐咁好食、咁性價比高咧，一定要嚟彩虹嘅富源潮州打冷啊！下次見。